摩天大廈嘅出現係近代城市發展嘅一個轉捩點，當中既有寸金尺土嘅經濟考慮，亦標誌住人類建設挑戰自然嘅雄心壯志。要做到生活響半空之中，但仍然能夠如履平地。要撐起一棟100層樓高嘅建築並唔容易。今集香港工程師學會結構界別顧問小組主席劉志健工程師就會帶我哋去到響2010年呢一刻香港最高嘅大廈環球貿易廣場 ICC 呢一度，了解一下摩天大廈嘅結構設計有乜嘢難度。其實摩天大廈咧就冇一個定義嘅，咁呢個名詞咧大概喺19世紀產生嘅。咁第一代嘅摩天大廈咧就應該去翻咧我哋嘅大會堂嘅高座啦。佢大概喺1962年起完到啦，佢又有12層高度。咁而90年代咧就係香港開始真正起高樓嘅高峰啦。嗰時建成咗咧就中環廣場。中環廣場咧就係當時起嗰時係全世界最高嘅鋼筋混凝土嘅高樓嚟嘅。2000年嘅表者咧就係喺後邊呢個國金二期嘅，國金二期咧就大概有415米高，當年係全世界咧第5座嘅最高嘅建築物嘅。咁去翻近期啦，去翻2010年啦，10年嘅建築物咧就係最高咧就係而家我企喺呢個位置，就係環球貿易廣場嘅。呢間標亭咧大概有485米高，連埋地下嘅水平咧就離開地水平上邊大概係491米嘅。比喺後邊扯旗山上邊嘅老襯亭咧，仲要高60幾米嘅。喺香港起高樓咧，最緊要考慮嘅地方就係個風力。香港一個颱風城市，每年都會打風嘅。咁以往10號風球啊、9號風球成日都見到噶啦。咁風力就最緊要噶啦。咁除咗風力之外咧，我仲要考慮埋個承托力嘅。咁你知啦，間樓咁高，佢嘅負荷梗係好重噶啦嘛。咁如果喺國內或者地震大地方的話咧，我哋更加考慮埋個地震嘅抗震力添。摩天大廈好多時都會用核心筒嘅設計，一方面能夠加強到抗風力，又可以將樓梯同埋升降機等設施放咗入去，令到樓面更加實用。當樓面嘅寬度同核心筒嘅寬度比例能夠做到1比1，就係最實用嘅設計，亦稱為摩天大廈嘅黃金比例。而因應唔同嘅需要，摩天大廈嘅結構會再喺核心筒設計上邊作出變化。就例如早期嘅康樂大廈同埋新鴻基中心咁，就係用咗筒中筒嘅設計，即係除咗樓宇中間嘅核心筒，外牆仲要有其他嘅支柱嚟令到結構更加穩固。咁譬如而家我哋企喺呢間大廈 ICC 裏邊咧，就用咗核心筒加巨型柱加埋鋼筋臂。嗱，而家呢一個我哋望埋去嗰個咧就係一個核心筒，大概係有30米咁長同埋闊嘅。嗱，呢條就係呢間樓嘅巨型柱。咁巨型柱同巨型柱之間咧跨度大概係30米度啦。咁呢個設計嘅好處就係咧，就令到咧個觀感好開揚。咁用嘅市民咧就睇得清楚喺出邊周圍嘅環境同埋景色嘅。咁到底真正要起一棟摩天大廈，工程師會有啲咩考慮呢？又會遇到啲乜嘢嘅難題呢？我哋就揾嚟 ICC 嘅設計團隊為我哋講解一下。第一樣嘢咧，我哋用咗最新嘅數據之後咧，去做咗一個叫氣候分析。就睇下香港呢個氣候究竟最合理嘅風力應該係幾多呢？咁第二個分析呢，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地理環境呢係比較特殊少少啦，佢就後邊呢就係九龍半島，咁呢就好多高樓大廈起咗喺度噶啦，亦都有山啊，有星克。呢啲風呢喺個維多利亞港喺啲好平滑嘅地方吹過嗰陣時呢，基本上邊冇乜退減嘅。咁而咧喺九龍半島吹過嚟嗰陣時咧，就可能就係因為地面嘅粗糙度咧，就令佢個風嗰個速度咧會減弱㗎。咁所以咧，我哋喺個風洞裏邊咧，亦都做咗一系列嘅地形地貌分析啦。咁第3個層次咧，就開始去真係睇究竟呢個風吹到去呢個大廈嗰度咧，佢個反應係點樣啦。咁其中包括咗咧，用一個高頻天平嘅方法咧，亦都用咗一個叫氣壇模型嘅方法嚟互為引證㗎。利用研究所得嘅數據，結構工程師就可以計算到一棟大廈坐落響特定嘅位置，能夠承受到幾多風力先至叫做安全。其實早喺80年代，政府已訂立咗建築嘅風規範。嗰陣嘅資料顯示，平均最高嘅風力係出現喺250米。直到高樓越起越多，經驗加上援引海外嘅研究數據，令大家知道香港平均最高風力其實係喺400至500米以上先至會出現嘅。
ICC 嘅設計團隊於是就同政府商討，促成咗2004年修訂嘅新風力指引，令到以後香港嘅摩天大廈設計更切合實際嘅環境同埋符合成本效益。至於實際設計起嚟，要令到摩天大廈承受得住風力，可以喺每隔一段高度就加入一個稱為新臂懸架嘅組件，嚟加強佢嘅抗風力。ICC 咧係採用一個新臂懸架式嘅設計，呢個設計有咩特別咧？就係一方面咧，我哋喺呢個大廈嘅外形嘅結構方面嘅要求咧係較為低啲嘅，我哋只係需要2條巨型嘅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有個新臂懸架咧，就將嗰條柱咧同呢個核心筒連埋一齊嘅。咁作為一個簡單嘅比喻咧，個設計就好似我哋滑雪咁樣。如果我就咁企喺度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俾人拱低嘅，向左向右向前向後。但係當我伸開2個滑雪杆嘅時候咧，就令到你個人咧更加企得穩陣啦。就算有咩拱都好啦嚇，你就靠呢2個新臂咧就可以支撐住。咁個好處就係一方面佢更加強勁啦，對呢個風力嘅阻擋；另一方面咧，亦都喺個大廈嘅四周咧，就最少呢個結構去阻擋呢個海景觀嘅。另外，結構工程師做設計嘅時候，亦要考慮到所選用嘅物料。好多建材其實都依賴進口，好似鋼材咁，就需要好長時間嘅訂貨同埋加工。同時，亦都要考慮到物料嘅價格浮動，同埋其他社會環境因素等等。以 ICC 為例，呢一項工程喺籌備嘅期間，香港就發生咗沙士事件，北京亦都成功申辦奧運。呢啲事件對於有關嘅工程設計都帶嚟一定嘅影響。喺沙士襲擊香港嗰陣時咧，咁因為嗰個地產市道係亦都放緩得好緊要嘅。咁當其時咧，大家有個好不穩定嘅因素。咁究竟係咪要起呢座大樓咧？咁譬如話北京奧運咧，我哋就煩惱嚟啦，因為大部分咧嗰啲做鋼結構嘅技術工人咧，好多都翻咗去國內啊，就相對上邊令到我哋嘅技術工人啊，甚至乎個原料咧，亦都短缺得好緊要嘅。咁亦都係加速咗咧，我哋係用一個比較優化嘅混凝土設計咧，去取代咗呢個鋼結構嘅。咁我哋係喺第一層嗰個新臂懸架咧，我哋係起用咗一個預應力混凝土嘅。咁而上邊都仲有3層嘅新臂懸架咧，我哋都係沿用翻原本嘅鋼結構個設計。其實結構工程除咗上蓋設計之外，地基同埋大跨度設計亦都相當有趣。下一集我哋就會同大家深入咁了解下呢2種工程設計嘅精髓。